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气来的。哇，讲到生8天俺们台湾啊，真是系鬼幸福的事情。用办公呢，第2天的时节啊，有青多种凉水，也系甜甜可以鲜哦。我用茶做的，也系用水果的，哇，白做。甚至于啊，有条体配的甜甜同凉水，还可以买到公园去做俺们台湾的文化代表呢。啊，讲到鸦片啊，这凉凉也是健康嘛。故说啊，今日俺们体配要同大家来小解一个点诶。今天做的甜甜同凉水啊，唔但将好食凉凉，还真健康哦。都大兴用办的点诶呢，马上来分享俺们来宾同大家小解一下吧。马上来分享俺们种子行总太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总子恒，我是闽农人。哇，分享总太哥，接下来呢系俺们王婷啊，婷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黄婷雅。那你首先想问一下总太哥，恁两位啊，提做一个甜甜凉水的工作，做嘛嘅我想好来做一个，之前系提做嘛嘅呀？之前我行嘅做展场卖捧场，卖捧场就全身要走各大展览场，因为家有家具展啊，我都会去，时间啊，我长人来做的从14年、15年，所以久的嘛感觉讲那一条路做的，因为嘛，算讲唔免讲亲家己来同个生活方式的，因为也每礼拜吼有新的拢会我去，每个县市拢有家具展的时间来拢会去。时间久跟路卡位，那相处时间就变太少，所以想讲，那就想看那买东西来做，然后改变一下。你想到讲，俺可以来买一个凉水甜甜，系吗？系啊，一开始嘛唔係講買甜甜，一開始想講關於米農，就我慢慢煮出來青螺絲。我一開始係想講，我就過嚟摘芽樹葉嚟做客家菜。係，想講做客家菜，你嚟吃飯的時間，亦都是我哋最無限的時間。種嘅食法，佢像又唔俾我哋愛嘅。我就想講，我嚟做冇跟一般的冇共用的東西來吃飯啊，可能從一開始吼，從我太太一開始，伊行嘅不是辦的欣賞，演的那什麼就下午的時間也弄會含下午茶，下午茶一般也弄是，你們都吃什麼那邊？手搖飲啊，珍珠奶茶，食到涼嘅都做嘅啦，下午一定會有一個啊。一時間我就想講，咁我嚟煮，自家嚟煮東西。煮比做甜甜的食品啊，一時間就想講我做泡沫麵，做比食，講最起碼那個行嘅自家煮嘅，結果冇加乜添加物嘅，所以人嘛搞個健康嘅食，就是就講吃的嚟講，那個東西吃到蠻唔差，冇嚟買那個麻花可以用，所以一開始就想講，咁我嚟吃飯啦。原來安尼，聽啊，談到之前總太講安尼個想法的時，有一個想法的時間，有幾感動嘛？想說佢味道我食得健康，很好的先做一個人賣，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有，就想說，對啊，這樣長期就是長期下來會比較健康。對，因為畢竟飲料，我們真的不知道外面都加什麼東西，每天喝，身材也會走樣。真是唔單止腦部空空了我太渴了，也係兩個係一回事，真是唔知好講，有啲可能唔係空空了，唔係太過，唔過啊，啲其他人講內臟脂肪，我可能過多嘛，真是過唔係健康。你當時已經先能夠我來做甜點嘅，總太過都想講我來煮個泡沫麵，嗰時就搶一項嘛。其他係用辦嚟想出來講我來買嘅呀。泡沫米吼，可是我們煮原味吼，吃起來的米絲就不單調的啦。所以我想講，我哋做無香的米絲就加些
个比较做的果酱类，就杨笋的类啊、黄梨的啊。啊，想讲，安尼或许一般的后生的接受度可能会薄一些。啊，我晚你吃了，蛮猛。一般的后生的吼，对于泡沫面也接受度本身就较个大。啊，所以就想讲，咁我哋前方无相同的啊，后生的可以接受的。啊，佢想想我哋冇咗嚟做烏油的。因為烏油的伊本身冇米絲，冇米絲你就愛加料，會加果醬啊，加其他東西，加米絲，讓會有不同的變化。送出嚟後生嘅接受度會幾高。所以我哋想講啊，辣兩方其實也果醬類的東西可以互相的搭配，唔是講。單獨一條用埋調味，也調味配料嘅都可以互相用。所以想講，咁我拿兩個嚟做皮啊，接受度等到我以為嘅接受度等到較高。因為睇下可能這個後生嘅人吼，說方嚟感覺講，泡沫麵可能係以前個。葫蘆頭擺嘅時間是點點地步嘅表現，更加後生嘅講冇得接觸入嘅，適量嘅時間，你看可以用吸管嗰條嚟食嘅時間，感覺可能比較冇方便啊用嘅吧。佢個關係嘅講是啲珍珠啦、烏油嘅嗰條，可能個關係接受度也會高啦，可能係安尼。如果像這邊你用入嘅原本嘅泡沫麵，再嚟加上其他做一啲發酵製麵，然後再嚟加一個烏油。做出無共用的搭配，係咪安尼？安尼聽下，頭先安尼同總太哥嘅分享啦，講唔能做出有無共用嘅產品一條，唔能向下做一起在做研發嘛？還係講唔能自己本身有特別的分工呢？大部分我們會討論，然後比如說這個我會想出一個口味，然後去試試看，但大部分試的是他啦，我負責吃。總太哥負責做，然後我們負責吃，有個口味好唔好？頭家儂講會算。給意見。那平時的工作呢？平時的工作，你能自己有什麼樣的分工嗎？平常的工作主要就是熬煮木耳啊，或者是一些口味的調配，主要都是志恆為主。那我是比較針對網路，我是小編。然後還有行銷的部分啊，參加什麼活動、什麼市集是由我來統籌這樣。如果辛苦要出力咧，總太哥來做，個手腦筋咧，聽阿來負責，怎麼兩個人的分工很明確，當出來嘅。有平常嘅吃口味時間，調家娘來，專負責，所以人哋講嘅食的口味，全部都係調家娘嘅口味，係咪？哇，真是幾好呢！不過唔能健康係第一個，唔能那個。點嘅啦，其實鹽嗰個送點嘅呢吼，所以你淡嘅，今年咧淡嘅健康係就市集為主嘛吼。咁啊，我想講，董事會來做設定做一個攤位，行動嘅市集那個攤位的感覺。一開始其實吼，一時間我做三輪餐車，其實因為一時間高雄有餐車文化，就骨頭。市集上面就不多那個做好的那個算固定的啦，你現的吼，攏個固定。真是。就有專門人來做三輪餐車嚟賣，有人嚟推廣。一時間你想講，冇出來做生意嘅時間就，一開始來做店面，可能阿比達太太。冇話想講來自家做一台跟其他人冇相同嘅餐車，來試看啦。主要就俺兩個人就想法就用個冇想過跟人相同，兩個人嘅想法就會奇怪，就冇介意跟人做相同嘅東西。唔會啊，我感覺有個感覺幾好啊！用公婆共用嚟討論一下，人做嘛嘅，人做同人家咁冇共用，因為人路上吼，其實人也不是會走高雄嘛，參加嘅市集啦，有一個走嘅大咩時間，我看到伊清很整齊。因為看到應該大咩共用，果土個法差唔多即係色色冇共用，哪個愛東西冇共用，買東西冇共用，其他都差唔多啊。係啊，人自家可以相應咧，講冇共用嘅，來自家做，唔會差呢。唔過嘅人哋嘅攤車啦，人講攤車全部係自家做嘛？
大部分咧木工嘅部分拢我自家做。吼。啊，像那个主结构吼，也铁的部分吼，就我自家画图啊，自家制图，自己去拿一本铁工做。哦。啊，其他木工的部分拢我自家慢慢的记啊，慢慢的熟。哇，你本身有个基础才可以做呢。啊，冇，这个味道要个当这个好。就系啊，这个自家有兴趣啊，就想讲自家做可能一般人看到吼，就感觉讲诶。大概有温度啊，好那个东西唔要讲像一般知识化的东西，我看到拢差唔多。我爱就讲冇来做一台自家做啊，人看到大概有温度的东西，就讲那个东西干嘛晓得做呢？冇嘛困难啊。哦，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哎，国家吼搞份专业要来做，啊，其他的装饰啊、内部装潢的部分，这个来想办法做一个人这个啊又有稳妥，像一个迄唔系也个挂在那个餐车上面挂布的，也系这个做的嘛，连这个连出来。嘛唔系就比较想啦，想来啊帮你做。哦。像讲一样的摆，一样的。配置。啊，不过讲到一个文图，原来咧点的也各有文图的点的个名的，反倒10年哦10年，怎么给我想到有换一个名的哈？听呀。一开始在想店名，真的没有想法。就是拿起字典，随便翻到哪一页，看到某个诗来想的。对，看看有没有什么 idea。然后后来。有看到10这个字，觉得它很少见，因为我们通常数字国字的10只会写个10字，对，那这个10又有拿起来的意思，然后后来我先生说，10在客家话，也有吃的意思，通用的谐音啊，对，谐音，对，因为在想店名总是会想说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谐音，特别特别的，对，免得别人念起来好像怪怪的，对。观众朋友，唔该，有个按等一下，细细淡的，又有按温度的个淡茶啦，还有个点名。啊，今年咧地方的甜点都在很用版咧，可能休息一下，试一杯茶，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哇，当个总太哥同听阿今日的故事，系唔系讲过哟？也个甜点，清有温度，健康又好身呢？啊，你看，按照按讲好吃的甜点都在用版做出来，继续来请今人分享吧。听呀，可以同大家来了解一下你们特别的甜点和粮食好吗？好，其实我们有遇到蛮多客人问我们一个问题，爱玉怎么分辨？哦，高粉你会分辨吗？看得出来呀，一个挺简单。亮的看出来哦，那第一应该那个干鸟的颜色比较深的那个应该是真的吧？对，可是那是因为我现在2杯放在一起，如果只有1杯你是看不出来。啊，你都可能会失的哦，我给人家模糊深。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有，除了颜色，我们请那个老板来帮我们介绍。一般老板唔会买到那个欧油啊吼，从外形来看，其实两边看应该都差不多。不过我们详细来看吼，这个欧油射出来吼，底部还会有那个花，底部有那个果实的花血的。哦，是把杂质的。有些杂质，按个讲人工做的吼，就个枪，吼就单门枪，就底部冇乜杂质啊，就也一般人底部批嘛食就嘛食，然后一开始就按嚟吃啊。不过按嚟吃，你看人做吼，基本上你按嚟看。5片呢，所以还有另外一种甜的方式。哦，还有，你可以放在水里杯，有冇相同哦？真是的。因为真的欧油啊吼，也比从加个强，以为皮会在中间。哦，真是的呢。咧沉在地带吼，咧出在那个中间，所以按你看就最简单看了。所以你一般买欧油的，有加水的，用吸管一伸吼，然后吸管冲到最底下，你就加。哦。按个真的吼，然后吸管放风来，都一般的放风，咱收得到。
哦，还有那种差别的，真是的呢。人以前去买个雷蒙欧油的时间，米拜20个时间，个吸管一定会插到底，到10个多个欧油，就会安尼哦。味可能就会加呗。嘿，有可能佢個重一些啦，有可能啊，因為有時間佢買一個小嘛冇一天，不過除了安尼，你看有個色神的差別看可能有雜質，不過我有店家講，人哋更加標榜係手洗歐油嘛，人哋洗個槍啊，人哋過濾個槍底部個冇雜質，會唔會有一種情形？嘛有啊，你像我們上一次不是有客人反映，對。有客人觉得，我有问说这个真的是真的吗？因为我们过滤的太干净了啊。对，真是的哦。对，真是有人哈这么内行讲，给人看杂志，让人嘟吼又离个枪，本给怀疑哦。对。你在底下以后大家都青菜过滤啊，看到底部最后有太掉那个杂质讲，让人全部真实的。可是那个杂质如果太多，它还是会影响口感因为你吃起来会有一点点那个渣的部分。错。所以我们就过滤2次，不要再太多次了。真是呢，ที่白糖豆讲除了用看的咧，还可以用看其他嘅比重来分辨之内啊嘅欧油。你人对欧油按了解啦吼，全部用这个用手洗一般人洗嘅欧油，我洗一条啊。一般我洗我从浸泡到开始搓差不多15分钟，15分钟以内我可以完成。蒙洗骨頭伊會有一種消化霉素，嘢出來伊唔會成型唔會成型洗骨頭嘛唔會成型一聽我漢子講一聽我到15分鐘超過都做唔得。因為洗嘅時間你嘅手感有感覺伊會用嘅果膠出來嘅時間會熱熱，洗到在搓嘅時間感覺熱熱感覺冇嘅就差唔多一停。你洗骨頭伊唔會成型人客家人的精神在鴉片的時間要注意，有一講洗骨叫是本嘅洗嘅膠質個出來，做唔得，要注意。洗骨頭會做唔得，太權欠講按正規的東西，按天然的一定會洗比較好。係啊。你總體講，那個愛玉子啊，係鮮奶加味的歐油。他目前用的行嘅屏東嘅。屏東嘅。歐油汁其實從台灣花蓮啊、台東、台中、阿里山、高雄嘅桃園區、個屏東、烏台邊都有人種。佢用野生嘅去燒，因為品質冇問題。鹽去雜嘛危險，因為樹鹽甜的大門高，所以鹽要去雜會危險。仲係冇考慮講用綜合嚟咧。綜合嚟咧也品質有問題，可以要求，那邊用到唔可以揾其他嘅店嘛可以，相對感覺問題嘅事。雖然講也有野生嘅可能有時間品質都冇問題，嗰時候現在種嘅品質個問題可以提供給大家個好嘅品質。你方啊，只要講歐油汁去前面嗰種嘅盤色條嘅種嘅嘛唔過。一樣嘅刮下來嘅啦，刮下來底部定係底下講歐油，底下嘅果子打開嚟，一從底部刮下來。唔過人哋歐油汁用有其他嘅型嘅，唔看有一個新型嘅，個有戴口罩悠悠嘅咁樣嘅，係用辦法做出來呢行嘅洗嚟就洗下來嘅歐油汁，歐油汁伊底部有果膠，所以你就可以塑形，可能可以用馬形狀就可以粘。歐油唔僅可以拿來食，還可以來做手工藝來做，也做木工安定一下嘅玩意。哇！你好啦，你第一個能貼喺啲歐油其實都更加其他你按獎按好色的量嘅，馬上來收幾下望下，還有人說更跌下來呢。你們最貼喺啲係哪種嘅量呀？買最好也係最貼喺啲。我哋買最好嘅行嘅桑葚口味。唔係買歐油嘅喲。桑葚口味伊加歐油嘅加泡沫麵都可以。係啊 ，Q 麵。一樣嘅人買最好。嗰時候有個頭先看到嘅有個國風嘅，佢不有泡沫麵，有個係桑葚。
白木耳，嘿，一样桑葚白木耳。哦，那隔壁个喏，佢也係框框咧，粉滋滋，底部有拍色的，係唔係也共用啊？好，伊行个底部行个人哋加奇亚籽。奇亚籽，可能那是你的西米露用的。那个都係西米露。咩？西米露樣嘅澱粉做嘅澱粉，你加行嘅奇亞籽，加個天然嘅。哇，安尼雖然講口感有口感，不過又冇乜負擔，甚至冇乜熱量嘅負擔。錯架用雜共用吼，上咧共用將個奇亞籽同人哋講嘅西米露3分元上咧共用，不過口感是好嘞，失敗相同，不過應用嘅成分都冇乜共用嘅哦。成分冇共用。係啊，人這個準備嘅成分也冇共用嘅，差得多吼。係啊。哇，不過為咗愛本大家食得健康吼，有個應該係正常嘅啦吼，有個成分應該愛發嘅。不過還有一點我看到青貼片咧，第一講中間哦，那個橘色有標嘅頭先講嘅奇亞籽，第二講咧清香有奧油嘅，應該係唔能那個貼嗰啲產品。不過個順後喏，有中間有一層泡泡，蛋糕又失敗黃黃，底下又衝有標上身嘅嗰啲乜嘅涼水啊？一樣嘅紫米鮮奶白木耳。乜嘅啊？紫米鮮奶白木耳。紫米鮮奶白木耳，泡沫米。泡沫米。哦，你係飲料嗎？還是做甜點啊？酸甜點。你吃了會有飽足感。哦，你用辦做嘛？給我想到也散嘅會加強下咯。應該想講冬天吼，有啲人講吃的是點心，吃了會可以飽嘅，又賣相也唔會差。想講。紫米啊，對人來食，冬天來食剛剛蠻清好。人家有講紫米吼，有時擺補血的個有花青素一點。按你來講，給甜點紫米鮮奶泡沫米，應該細妹買個度吧？大部分店咪攏細妹搞。難怪，因為泡沫米啊，加種紫米，糖紅來就親像本細妹食的嘛吼。哇塞，還有喏，人哋賣最好的係乜嘅啊？鹽筍嘅咧，鹽筍咧，桑葚哦，就從人帶過來嘅三觀全部係人自家做嘅。自家做。哦。除了係第一講紅紅嘅係桑葚，嘅黃黃嘅喏。也黃梨。黃梨。哦，人黃梨係選擇哪一種嘅黃梨？金鑽。哦，金鑽嘅黃梨。呀，米是大概有黃梨米啊。注意落去食嘛，大概講。哦，哇塞，看好咧，有個米咧，種幾常食，又幾好食的感覺咧。不過聽下，更加因為人第一講人係做嘅係四級嘅部分嘛，吼。人喺準備嘅時間啦，會唔會講有啲嘅量嘅可能場地的限制，也係講攤車的限制，講冇法度好準備本大家清太量，會不會有哪一些飲料比較難準備？是還好。但就是我們帶出去市集的量就是有限，那個口味賣完就是賣完了。按你來滿好嘅人，能去過市集，大家都講我擺單咪買，一定我想講家可以買係嘛？能最強買係的記錄係一強買係啦。最快2個小時。2點鐘秒殺2個小時。哇，2點鐘都全部買係咯，佢算幾多人嘛？還係？很多人，對，有的大型的市集，那個活動一次可能就1-2萬人，2-3萬人。哦，哇塞，人佢看到咁多人，我想講準備過多一些冇？沒辦法，因為我們攤車的限制。對，哇，果然限量是殘酷的。哇塞，你講你講，我看到我去新年的量嘅吼，行會限制講，我看個大型也係小型，也係馬上。提早去準備咧，冇一下人2點鐘都買嘅咧。對，哇，觀眾朋友，談到有片係咪對有個清天空又清好食嘅料更加好奇嘅呢？唔怕，更多精彩故事，讓你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總體講同聽他其實咧，但係咧，更加看按好食要安定一下，到底係奈前見嘅呢？聽下，人更加吼喺做市集啊，第一講市集有幾多？人平常時都做哪度嘅市集做擺攤咩啊？我們會去駁二，然後美術館，愛河也有，然後
也有一些校园市集。有时候学校他们一些校庆活动啊，对，或者是也有建商找我们去做包车啊，对，都有抢呢，转成为了给人家发通来看房子的客人，就可以吃我们的甜点。哎呦，对，哇，安尼要种熟悉的用版底喏。我们的粉丝页上面都会写哦，安尼马上啊，过去要加印的粉丝专页，马上去看房子，马上去看那种可以的是嘟嘟哦。哎呀，不过唔看哦，唔能照按度的提房，某一天可能一礼拜有可能一张年每个月都不同嘛。按能嘟嘟好做的量的呀，一天我有变嘛，因为它一定要冰要冷冻的，按能等摊车底部我有买去保存呀的，这边有装一个冰箱，能能插在底部吗？有，摊车里面就有2个保冰箱，而且那2个保冰箱非常厉害。我们可以放在外面2天，不用插电，不用插电啊，很厉害哦。对，它的保冰效果非常好。对，然后我们自己也会携带我们自己的保冰箱，而且还有加上老板的创意，把它包得美美的，很特别包装过呢。因为有客人他可能人潮比较多，没有看到我们的招牌，然后是看到那个保冰箱认出我们的。那第一摆谈到讲要用保冰箱来辨识，大部分讲看招牌，也讲看有插个起的嘛。第一摆谈到讲用跟冰箱来做分别。没错。哇塞，真是够厉害呢。不过安尼你看，能走来走去，除了有冰箱啦吼来做保冰呢，不过能用板移动到给司机给平去，用茶拉过去呢，还用碾松的呢，还有其他方式啊，总来讲。司机係用氣嘅啊，氣叫他查，氣叫他查。哦，你身上做運動都做，難怪用波子按好你。一開始用腳踏啊，踏嘅話10個人係用到人做唔得，改用個有加天嘅。更加擁有天通嘅部分，算輔助啦。氣了搞個強鬆嘅事啦。所以人哋司機係用氣嘅。我先是那用茶做的。那因為含前運動到，也有含前生意做到如果職業賽都唔得到。你看一台茶，不過你談到講，還有做啲外地去哦，你最遠做啲哪去擺檔咩啊？差不多台南吧。嗰遠一些的都到台南去。係，而之前有台北的那個廠商來邀請，香港太遠，運輸嘅部分係麻煩。成本啊，個時間呢，這個運輸夠冇方便啊，畢竟是一個小攤車。因為我哋有啲個材料攏要先做，所以唔講我做台北去，伊個時間就保存嘅方式嘛要注意。因為去唔係去1日可能去2-3日，所以你就會不想講保存嘅東西可能唔完好，所以我就想講先冇夾來原因。按你講來其實就搭咩親。就司機也同擺檔咩，親神奇啦。不過因為喺諾貝佢冇店面嘛，佢一定會受到一個生態影響，都會天氣，你要度過嗰種親唔好嘅天氣，不風落太熱嗰種嘅嘛。有啊，你能用辦法想辦法度過呢？像喺南部啊，明年嘅前日到9日咧，最強嘅就會5號雷陣雨。差不多攏1禮拜底部有2-3日，攏會度到安尼天氣。所以唔會擺攤嘅時間，一開始可能春日頭，過2點鐘就落太熱啊。落太熱時間，我用去揀嗰茶呀、人家餐車嘅東西人家食材我用會得麻煩。會唔會有嗰種情形講，落太熱呢，我強嘅炸有冇等下嘅量嘅買唔起，因為一直下雨嘛，量嘅也買有冇，跟一直都沒有減少，越來越多。會啊，就講那個就落雨時間啦，所以就事前的準備就要周全啦，所以有一些凍雨啊，講落太熱時間，我先該啃，還有另外做的部位。你真是有用雜去插在去攤車上面去做遮雨嘛？有。自家去設計有個部分。因為買唔到種嘅一種設的風水嘅所以另外加工。
真是够厉害嘞！为了要应付无穷的状况，还是自己想办法。因为四级当中，我拄到某个状况拢有，所以无法度讲预想讲，下随时会拄到某问题，所以要临时就会先准备啊。啊，你平常你们拄到过除了那个落胎仪的情形之外，还有没有是你们印象够深的、比较深刻的百事级的经验？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我们常常跑不同的地方，然后很多客人都是跟着我们跑啊，肯定能这，啊，那算铁粉呢？对，就是，可能这礼拜在高雄也看到他，下礼拜在美浓，你也来，然后他不是说他去美浓玩才找我们，他是为了我们去美浓，顺便玩，顺便去玩，很贴切。因为有的人讲，无啦，人哋实在来到一片高啊，拄拄看到你来了，今日唔係哦，今日講人哋聽到人來老了，對，哇，真是本人鬼感動呢。然後去屏東也去，對。哇塞，人皮用的骨頭安尼個鐵粉吼，安尼唔過更加算係講受到疫情的影響啦，吼，更加講無擺檔的地位，安尼人面對一個疫情，人自家有做乜嘅因應來偏發嗎？宅配的部分，因為白木耳可以宅配，那個是之前就有。那疫情之後，我們就用外送的方式，可是我們外送沒辦法。一個地方一個地方這樣送，可能我們就是挑一個地點，然後什麼時間大家一起來取貨。有時擺搶緊剛人講嘅苗栗方嘅團購共用，有一個取貨嘅地點，講約好嘅，他家提嘅訂安尼。對。按人地點，大部分都在高雄嗎？都在高雄，也有台南，也有美濃。嗰時候也係冇共用嘅時間，都看人哋嘅苗栗方有某個資訊講，某個時間喺高雄，某個時間喺美濃，某個時間喺台南。對。安尼一定要好好嚟研究一下，等參加到人哋嘅團購嘅行程呢。不過伊講到真係仲係講，人哋查嘅係對這家旅客，去到嘅百事級嘅地方嘛，安尼送下，人迄個係一般嘅。無個地方係當泰料嘅種嘅，係泰料，係泰料，係切料，係切料。人哋淡茶平時人擺檔迄個按用辦去收拾啊，迄點樣去泰料帶下呢？可是我哋做嘅時間，我就考慮講外行嘅係泰料，所以就無法度像一般人買嘅嗰啲餐車吼，弄固定嘅一體成型一體嘅，所以我哋做嘅時間就想講，我係坐天台嘅。喺餐車倒入口嘅，我給拆下來，熱天台坐上去嘅。嗰時候係可以折疊嘛？所以可以拆解，就講叫他拆分，叫他拆啊，餐車換餐車，所以分開嘅。哇！安尼唔係幾麻煩嚇？冇法度，就因為我就係太了，所以我就要克服啦，要克服。唔過隔壁連沙看到人安尼一個送下辦咧談茶，見你冇悶寞。會啊，會啊，我迄擺我保全咧，伊就講，你捌看到糖豆上衣咧，伊就恐嚇你個開門啦，佢個側門，伊就恐嚇開門，伊點解講擺攤咧古類嘅，所以我講下天數啊。安尼算人擺攤咪幾辛苦呢？你看這個準備材料，對旅客啊，又送下茶又這個組裝起來，然後起到個司機去。你這個我有沒有創業到更加啦？我有個想法講按辛苦嘅可以幫伊來縫製，我有沒有一種嘅想法？一開始我做嘅時間，其實我就有想過啦問題講，你講做一天比去跟人上班，然後跟人做，為了搞個辛苦些。不過經過唔做嘅時間，面對人他的也回饋，我會跟他講，那我他做辛苦做嘅東西，你都帶會不會我愛感覺就講，哪個值得嘅？因為我看得多嘅，我接觸得多嘅，全部真嘅啊。唔係講像跟他人家做為了多時間，相當冇啊。所以我感覺一開始我哋做嘅時候就有設想講，做落嘅唔可以輕鬆啊，一天搞會辛苦啊。不過得到嘅人下嘅肯定，有一種情感嘅交流。經常認識嘅人下，如認識嘅好朋友共用，有一種就本可以繼續下去。安排我有一個點嘅
注意咧点的某一个想法？有，因为今年从5月份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请店面的步骤有稍微延后一点点，更慢一些啦。不过我嘛希望讲，今年我可以时间使去先请一个固定店来。有固定店来，我一般的人客平常时上个市的时间，随时都可以买。不是讲像另外提那个市集的时间，能买得到。无然后反映啦，讲我平常时又买唔到，团购数量又冇咁多，又快时间人听，所以想讲先从高雄开始，就先请一间店面先做，可能过2年会归米农。嘛我想归米农再开一间那个店面，因为米农的人客嘛真多。安尼也quite好啊，跟平常时有店可以请得到。安尼其实摆市集也是一种市民啦，如果大家追着市集跑安尼，也是一种市民对老顾客来讲也是一种裨益嘛吼。故说有点的其实做市集也是quite好的事情呢。哇，观众朋友，听到今本日的故事，大家会唔会想讲，叫来高雄留了一下市集来请今日的店面呢？唔怕喎。今年的店面其实都限推，大家可以上网请一下也好，来试一下一个亮又健康的甜点凉水哦。今日再一次感谢我们总太哥同听我们带来按精彩按等你下个故事，从安好的凉水甜点，再一次感谢两位，多谢多次年，多谢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市集找我们玩。